呢一套現代裝飾風嘅4房128平方，總價91萬，單價7100蚊到。係呢個南北通透嘅戶型，嗰邊咧係朝呢個南向嘅，呢邊係朝呢個北向嘅。北向呢邊咧全部已經係做晒呢個全景嘅飄窗，封晒陽台噶啦。餐廳呢一度咧餐邊櫃啦。餐廳呢個區域咧非常之大嘅，平時坐10個8個人都冇問題嘅呢一度。係啦，呢一套單位咧，如果係中意獨門獨戶嘅朋友咧，呢個單位就可以多留意下。呢個單位咧獨門獨戶嘅，出面嘅視野各方面都冇遮擋，距離非常之遠。呢一邊咧就獨門獨戶嘅，入到嚟右手邊咧就係第一間房啦。呢個飄窗係朝呢個南向嘅，到頂嘅定製衣櫃。呢邊咧就呢個客廳嘅位置啦。電視背景牆咧已經係做咗。然後咧係做咗呢個唔同識別嘅呢個電視背景牆啦，兩邊都係嘅。呢個南向嘅陽台咧都非常之大嘅，出面咧視野都非常之靚。樓下咧可以陽台呢度咧可以睇到樓下嘅所有景觀。呢邊咧就預留咗呢個洗衣機嘅位置。呢個單位咧係有4個房嘅，2廳，餐廳呢一度啦，然後咧入面就係呢個廚房啦。呢一個區域咧就預留咗呢個擺放雪櫃嘅位置，非常之大嘅空間啦。呢個雙門大雪櫃完全冇問題。我哋入去休息區睇下。呢邊咧係第2間房嘅，飄窗係朝呢個南向。呢間房咧擺放咗呢個1.8米嘅大床，之後咧兩邊一樣係可以擺到呢個床頭櫃嘅。左手邊咧就定製咗呢個到頂嘅衣櫃。全屋都係呢個白色同埋呢個米白色為主嘅。呢度咧就係房內嘅共用廁所，3段式嘅乾濕分離。馬桶咧亦都係呢個智能馬桶。呢間係第3間房。第3間房咧朝呢個飄窗係朝呢個北向嘅。我哋再去睇下呢個主人房。主人房呢度咧，係有主人房嘅廁所嘅呢個位置，都係做咗呢個3段式嘅乾濕分離。然後咧，廁所出到嚟呢個位置咧，就係主人房嘅衣帽間啦。衣櫃定製喺呢度。平時咧沖涼咧嚟呢度攞完衫再入去沖涼都冇問題。主人房嘅空間非常之大，2米嘅大床。然後咧，兩邊都擺放咗呢個床頭櫃。主人房嘅飄窗咧係朝呢個南向嘅。呢一套單位咧128平方，總價91萬。首期只需要10零萬，月供2000蚊就可以擁有呢套單位。上面房內嘅各方面嘅呢個設施都同大家介紹咗噶啦。而家咧我哋就落樓下同大家介紹下屋苑內嘅環境同埋周邊嘅配套。青樹成山呢個樓盤咧係由呢個正少永義實業有限公司開發嘅。
社區一共有8座，係一個中型嘅樓盤，位於呢個龍海2路同埋龍山5路交匯處嘅位置，非常之中心，交通非常之方便。該樓盤呢喺呢個2020年交樓嘅，物業公司係正少物業有限公司管理嘅，每個平方物業管理費係2.4蚊每個平方。社區呢有呢個充足嘅活動場所，綠化率亦非常之高。社區建有呢個兒童活動區域同埋呢個健身器材區域，亦有非常之充足嘅地下停車場。所有嘅都係2梯4戶嘅戶型，朝呢個南向。同大家介紹下周圍嘅交通同埋商業配套。就係龍海2路同一條路呢度啦。前方大概1.5公里就到達呢個萬達廣場，前方大概800米左右嘅距離呢，就到呢個大亞灣兒童公園。周邊嘅商業配套活動場所都非常之多嘅，除咗頭先2個之外，呢個樓盤交通亦非常之方便。就係社區嘅東門出去呢，就可以乘搭 M187 號嘅巴士線到達呢個沙田地鐵站。M187 呢條線呢，大概坐13個站，車程16分鐘左右時間嘅車程就可以到達呢個沙田站。喺呢個南門呢度呢，亦都可以乘搭呢個266號巴士，大概11個站就到達呢個沙田地鐵站。屋苑樓下呢，即有雙巴士站接駁深圳沙田站，交通各方面都非常之方便。亦有另一種交通選擇呢，就到達呢個800米左右距離嘅卓越蔚藍海岸。前方呢個卓越蔚藍天地廣場呢度乘搭呢個西湖出行嘅巴士，每程嘅車費大概18個8，一個鐘頭左右嘅車程到達呢個各大口岸。呢一期嘅視頻呢，就同大家介紹得差唔多啦。如果呢對呢層樓呢有興趣嘅話呢，就聯繫我過嚟呢邊實地考察一下。